在天有灵，也一定会为孩儿感到高兴。孩儿曾以为会孤独一生，但遇到了一个与自己相爱相知的女孩，她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温暖。她的名字叫季曼。侯爷，侯爷，夫人不见了。啊？夫人不见了？鬼白见吉时已到，想去提醒夫人和苜蓿姑娘，没想到怎么敲门也不开。我担心夫人的安危，就只好破门而入。房间空无一人，整个县衙全找了都没有。府里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可疑的人物？没有出现过。根据下人的描述，夫人好像是自行离开的。自行离开的？跟我来。若不是你的父亲，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。我与小妹也不会分别这么多年。元朗，我夫人在哪儿？宁狗，宁大人找夫人找到我蛟龙帮来了。少废话，把我夫人交出来！这可是我蛟龙帮的地盘，不是你海丰县衙。难不成你要硬闯吗？今天你拦不住我。侯爷，苜蓿，苜蓿，夫人呢？夫人一定在回归海号的路上了。归海号，归海号。侯爷，等一下，夫人让我留在这儿，是有句话要带给你。什么话呀？夫人说，在您和老爷之间，她还是选择老爷。她还说，间谍散，缘尽碎，鸳鸯各自飞。间谍散，缘尽碎，鸳鸯各自。侯爷，鬼白，咱们走。一拜天地之灵气，感谢上天赐姻缘。二拜日月之精华，感谢月老牵红线。明月圆缺又一轮。三拜天地为媒妁，比翼双飞皆良缘。镜花随风，光阴出尘，任往事醉人。深山遥望无声，一眼灵犀默认。多少离歌，换一次缘分加深。愿与君共剪星辰，前路漫漫，山水在一程。树下柔肠的一吻，可谓不尽风尘，倾心一瞬。季曼，与君共剪星辰，你今天真漂亮。天涯咫尺，携手铸成魂，一捧风月相思。你终于变成我真正的妻子了。宁轩，以后你能不能答应我，我们一辈子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？好。恩怨是非浮沉，最难拆是情根。苍
都已经3天了，您早点回屋休息吧。再这样下去，您身体肯定吃不……侯爷，夫君啊，我听说咱们之前是有一点小误会啊，但是我相信这一定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的，对吧？合理不合理？不过账要算清楚。好啊，算什么账？夫妻情分账。你好像我的意中人。同心结，结不成人一双。相思书不看，刻不满相思过往。怎么？为何相你现在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是啊。那我就告诉全府，我更喜欢你。注定因果，有情人总是错过。若是此情有可夺，明晚前灯火，只因你，且因你能找到我，等着你不负此生朝相诺。就是这个。不对啊，这书上说根茎要以缎面黄白色者为佳，这颜色不对。要下雨了。侯爷，大夫人的货物在海上出了问题，红花悉数进水。这会儿正打算独自上山采药，寻找替代品。他一个人独自上山采药？知道了。金曼，山倒了，怎么样了？哎，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？如果我不来找你，你是不是打算躲我一辈子？当初是你不告而别，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忘了我吧。
忘了你，这辈子，在我宁雨轩的心里，只能有你季曼这一个人。我爹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，他不会允许我跟一个时时刻刻活在仇恨里的人在一起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最好的结局就是大家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你心里明明就有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啊，相信我。已经没有了。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生父是蔡文正。你说什么？因为我的生父是蔡文正，是茶帮的首领蔡文正。你要是不想见我呢，没必要开这样的玩笑吧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和聂桑榆都是蔡文正的亲生女儿，只是我们一生下来就被安排到了不同的人家寄养。我被寄养在季明那儿，而他被送到了聂香远那儿。所以你遇到我之后，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理清楚了，对吗？你是蔡文正的女儿。想多久才看雨的过程你？对，所以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别呼吸着风激起泪在眼停在眼睛，时间流进再把你看清。你是倒影的可望不可及的影，触碰你荡漾，破碎了宿命。我是流云的轻盈，请你忘却我姓名。风过后，雨散才会有天晴。胡言，你醒了。宁轩，宁轩，你坚持住。实不相瞒，大人最近旧疾复发，前日夜里又泡了一次冰水，一泡就是1个时辰。怎么会这样？他药还够不够？如果不够了，我再去给他拿一些。药还剩不少，只是用过几次，收效甚微。大人便不再用了。夫人，有些话本不应该由我来讲。大人这是心病，能够救他的方法，绝不只是用药。鬼白虽然只是一个侍卫，人微言轻，但大人对夫人的心意，鬼白都看在眼里。希望夫人三思。我知道了。鬼白还有一事不解。你说，夫人既然救了大人，那为何不让鬼白说？也许现在对我们来讲，不相见就是最好的选择。
对他，对我都好。此次前来海方，是受圣上嘱托，一定要拜会诰命夫人。那我还准备了一些薄礼，不过我今日也邀请了夫人，为何夫人没能一同前来？他在忙皇商大会之事，忙碌得很。竟有如此忙碌？是啊，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只好去府上亲自拜会，以示礼节。哎，宁兄，勿要推脱，这是圣上的嘱托，请吧。凌大人，怎么了，宁兄？这都到门口了，不邀请我进去坐坐，至少也要跟夫人打个招呼吧？怎么了？难不成夫人今晚不回府啊？凌大人，请。林大人。林大人来了。宁夫人，夫君，怎么了？天天见还看不够啊？凌某今日设宴邀请夫人，夫人为何没有前来啊？啊，林大人，我这店里生意实在是太忙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没关系。好在已经见到了宁夫人。圣上特地嘱托我，让我来到海方之后，一定要拜会宁夫人。凌某还备了一些薄礼。你看看，多谢圣上挂念。不过这礼，我们就不收了吧。哎，林大人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，快进去喝杯茶。是啊，凌大人。刚才不是想进去？啊，不如，凌大人如果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夫妻二人倒也是不勉强。哦，这样啊。走吧，夫人。等等，海方食物的口味不比京城，当心别吃坏肚子。夫人，走吧。你刚才看见鬼白了吗？没有，从酒楼出来以后，他便独自离开了。给我盯好聂僧彧，看看他们耍什么花样。是。刚才多谢了。不用谢。夫人，鬼白，侯爷有麻烦了。灵剑星来海方了，这会儿正跟大人往县衙赶，说要见你。我是怕林剑星发现我们不和，万一借题发挥，连累了皓雪堂可就不好了。戏演完了，
等等，他们可能还在外面，此时出去不太稳妥。等晚些时候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晚些我自己走。好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那个时候心智未成熟，所以小时候的喜欢就不算喜欢。哎，但你这句话是不是就是承认了，你很早的时候就喜欢我了呀？属下亲眼所见，离开县衙后，聂桑榆便去了归海号，彻夜未归。看来根本就没打算在县衙过夜。天天见还看不够啊！林大人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，快进去喝杯茶。林大人如果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夫妻二人倒也是不勉强。宁玉轩和这个诰命夫人，是皇上认定的良配。若是真的只有夫妻之名，实则貌合神离，这可是欺君的大罪。阿正，聂桑榆那边你继续给我盯着，看看不和到什么程度，然后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大人，如月郡主应该快到了。是啊，都半天了，等这么久，等这么久。什么时候开始？哼，就是干等的。凌大人，可以开始了。诸位稍安勿躁，还有一位贵客没有到呢。谁呀？贵客。这么多人等了一个人，怎么这么久还不来？林大人的贵客，咱们还是等等吧。怎么还不来啊？
中，这哪是像来参加比赛的，倒像是来领奖的。诸位，此次皇商大会，不仅有本地的商人，我们更是邀请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，其中更是有一位贵客，如月郡主。久等了，辛苦了。多谢林大人的邀请。正如林大人所言，此次前来海方，我不仅是作为郡主，更是作为参选皇商大会的商人，还带来了自己亲自研制的面汁。目标嘛，也是希望能够脱颖而出，拔得头筹。林大人，这位可是朝廷的重犯，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如月郡主了？陶将军，你怕是误会了，这位是谭王的外甥女，如月郡主。只是，可能跟你的朝廷重犯有些许相似罢了。要是我们招待不周的话，怕是会得罪谭王和皇上。诸位，我奉圣上之命来到海方，圣上十分注重民意，而海方又是我朝重要的码头，皇上更是十分重视，所以将此次皇商大会定在了海方。宁大人，我宣布，船舶司今日正式成立，皇商大会正式开启。不得无礼！姑娘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哼，
你不是在大理寺吗？姑娘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别演戏了！你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你还敢回来，竟敢对郡主不敬！拿下！慢着！如月郡主，从前有人做错事，可能可以掩盖过去，但如今你可是郡主，若做了任何伤天害理之事，是要上达天听的。你要三思啊！上达天听？我舅舅谭王自幼看着我长大，就连皇上都亲手抱过我。你有什么资格提醒我？来人，将他们都拿下！你住手！郡主，刚才没有机会给您引荐。这位呢，是海方的县令宁玉轩，宁大人，也是当朝的左执政。这位是他的夫人，也是诰命夫人。小女初到海方，以后还请宁大人和宁夫人多多关照啊。刚才是诰命夫人和郡主有什么误会是吧？今日初到海方，不知是哪里得罪了宁夫人。宁夫人对我好像颇有微词。郡主是初到海方，海方物产丰饶，郡主不妨多逛逛。只是皇商大会在即，海方鱼龙混杂。不过有凌大人在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早就听说海方民风淳朴，待客热情。今日看来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好了，各位，郡主一路舟车劳顿，要回去休息了。郡主，宁大人，宁夫人，告辞。来者不善，万事小心。温婉那个婆娘又回来了，好奇怪啊！是啊，她到底是谁啊？这个毒妇做了这么多亏心事，居然还有脸回来！这个温婉，好不容易让她付出代价，不知道她又耍了什么阴招，摇身一变变成什么如月郡主，还攀上了跟谭王的关系。所以我猜测这背后的故事一定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。他现在能卷土重来，我们日后就要万事小心。姐姐，管他什么狗屁郡主，他敢跟咱们比，咱们就把他给比下去，让他输得满地找牙，再把他的面具给撕下来。对，比下去，就是的，跟他比，把他比下去。我这就回去说服我爹，晚些时候再走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万不能把皓雪堂的责任丢给你们。我要和大家一起并肩战斗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赢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对，咱们齐心合力，打败那个狗屁如月，打败他。没问题的。表现得不错，没有露出任何破绽。让宁夫人吃了亏，感受如何？看着他们生气却拿我毫无办法的样子，真是让人过意。
之前我从未让聂桑榆吃过亏，如今他越落魄，我就越开心。我是一定不会让他和宁玉轩好过的。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痛苦，我一定会让他们如数偿还。只是如数偿还？我把你从牢里救出来，给了你新身份，是让你加倍偿还。不要辜负了我和王爷对你的信任。得到大人相助是我的幸运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是您救了我。再过几日，你便要启程去海方，事情准备的如何了？回王爷，我已经有2手准备。首先，继续推举我们支持的商号，夺得皇商大会的第1名；其次，搅乱皇商大会的秩序，让宁玉轩落得一个治理无能的罪名。这样一来，就算传伯司能够顺利推进掌事之位，也不会落到他手里。你打算推荐哪家商号？属下还在斟酌，已经接触了一圈。这些有名气的商号，要么求利，要么求全。这帮人唯利是图，当然不足为信。本王替你想过了，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，不如扶植一个彻彻底底的自己人。自己人？本王有一个妹妹，早年间远嫁边陲，与我往来甚少。前几日听闻她的女儿如月郡主在一场风沙中失踪了，至今还未找到，怕是凶多吉少。这个如月郡主出生在边陲，本王从未见过她。如今想来也觉得惋惜，毕竟她有郡主封号，将来嫁给权贵之家，也能为我所用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找人顶替郡主，为我们所用，参加皇商大会。关键是找何人替代？属下倒是有一个人选，最为合适。宁玉轩真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你认识他？是侯爷让你来救我的吗？救你？你现在还对他抱有幻想？怪不得你落得如今这个地步。温婉，你不认识我，我叫林剑兴。你是林大人？是我救了你，不然的话，你会在牢里病死的。所以，你明白我为什么救你了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做啊？你落得如此境地，宁玉轩可有帮你说过一句话？他可对你还有过一丝情分？他对我哪还有半分情分啊？我落得如此下场，就是因为他和那个毒妇。而且，就算是我做错了，也是他们逼我的。我给你2个选择，听我的话，跟着我做事，我保证你会过上比之前更有尊严的生活。还有跟你一起押解进京的婢女檀香，我也会给她再找一个新的出路。我可以。但是，如果你对宁玉轩还有一丝情意，不愿意做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，那就当我没有来过。我会派人立马把你送回大牢去。没有，林大人，
你别走，我可以，我一定可以，请您相信我。您要想对付宁玉轩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了你去做。你既然留下了我半条命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宁玉轩和那个毒妇好过的。而且我在他们身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大人想知道的一切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不是为我，是为我们。好好养病，很快你就会和宁玉轩再重逢的。谢谢林大人，谢谢林大人。小女拜见王爷。年纪跟如月相近，气度也还不错。此女名唤温婉，她会成为王爷的一步好棋。有了郡主的加身，夺得皇商第1名，便如探囊取物。日后由她负责海方的贸易，海方便还是王爷的。不知温小姐有何本事，能担得起郡主之名？小女自幼精通琴棋书画，行事风范绝不让人落下画柄。小女原是商贾之家，从小对经商之道耳濡目染，必定比普通女子更适合经营海方贸易。小女是最了解宁玉轩之人，也足够了解聂桑榆这个毒妇，知己知彼，必能一击制胜。更何况小女与宁家有血海深仇，此仇不报，誓不罢休。小女愿用性命起誓，绝不辜负王爷。行了，加封文书拿着吧。快感谢王爷！如月拜见舅舅，必定拼尽全力拿下皇上大会。慢着，先别急着认舅舅，待你加冕会长之时，再认也不迟。在此之前，本王从未见过你。还有你，拿着吧。我出身平凡，嫁给宁玉轩也不过是妾室，没想到，如今却能得到您和王爷的青睐。这次回到海方，如何办事，全听林大人吩咐。这是此次大赛的规制，简单来说3个步骤：初选比拼的是技力，各个商号拿自己最优的产品来比拼；再次复选，比拼的是制作能力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出规定的货品，以证明自己有皇商的产力；最后比拼的是创意，层层选拔之后，最优者获胜。同时，海方海贸行会会长会由皇上综合钦定。林大人放心，香脂一类的选拔，我一定不会输给皓雪堂。
富可轻敌，除了皓雪堂，还有很多从外地来参加的商号。我会尽可能的把所有的商号都收拢过来。无论是香脂水粉还是茶叶药行，都要有自己的人。一下子收购这么多店铺为己所用，林大人果然大手笔。不过，宁玉轩应该不会察觉吧？哼，宁玉轩，他现在恐怕自顾不暇吧？你还不知道呢。宁玉轩跟聂桑榆最近闹不和，聂桑榆已经搬出去住了，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们了。这时候传出夫妻不和的传言，对宁玉轩的名声应该很不利。你现在都已经直呼其名了。我是一个郡主，他宁玉轩不过是一个小官，直呼其名是应该的。各位，今日凡是来皓雪堂的客人，我们都送鲜花1支，不管消费多少。所以今天大家可能会辛苦些，月底给大家涨工钱。就算不涨工钱，咱们也会卖力干活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咱们说好了，要一起应对敌人，不管他用什么毒计，我们都能解决。所以咱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保证皓雪堂顺利运转。还有物品和原料也绝对不能让他靠近。小姐放心，我已经找了几个靠得住的伙计，专门看住库房。夫人，我觉得应该再雇一个护院看住大堂。好，还是大家想的周到，我们小心些总是没错的。好，那大家开始忙吧。是。好。走。小脸郎看花微微笑，鸟儿在枝头摇一摇，暖风也追着莺儿跑，等你莞尔一笑乐逍遥，心里欢喜却很傲娇，陪着你嘴角往上翘，生活自有千百种纷扰，而此刻与你轻轻笑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老板好。青青，青青，别生气了，青青，松开，跟我回去吧。青青，你听我解释啊，青青，松开，青青，我还会来找你的，青青。饶命！你要什么我都给。大侠，兄弟饶了我！说，刚才为何跟皓雪堂的水娘子纠缠不清？我没有纠缠他，我跟青青认识。青青？对。你为何这么叫他？大侠饶命！大侠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了我，我给你做牛做马。大侠，求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保证。别再让我看到。我滚。好嘞。鬼白，不是要你跟着夫人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夫人很安全。我有一个情况要汇报。
是也有探子跟着夫人。侯爷为何会知道？今天早上我出门，也被探子跟了。我在街上晃了一圈就回来了。估计这会儿，探子还没走。竟然有人敢跟踪侯爷和夫人！我现在就把他们抓回来。此时应该是林建兴或者温婉，看出了我与夫人关系不和，这才派了探子。那侯爷打算如何处理？既然他们想看，便让他们看个够。爹，他怎么来了？宁大人说，这2天有探子在跟踪你们，恐怕是有人在查你们夫妻不和的事儿。探子？最近我也发现，在路上有黑衣人窥探，这个事情我会查清楚的。此次皇上大会的转运使乃是林建兴，此人在朝中素来与我不和，而且不知为何，温婉也回到了海坊，还成了郡主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探子是林建兴派来的？是的。季曼有2品诰命的封号，如果被皇上知道我俩夫妻不和，对我和他都是重罪。所以我此次前来，是希望能演一出戏，陪我回县衙暂住几天。回县衙就不必了吧？毕竟我已经出来了，哪有再回去的道理？在皇上大会结束之后，我保证会远离季曼。此时事出突然，还请诸位考虑一下。既然这样，为了曼儿的安全，我同意你带她回县衙暂住。爹，曼儿，爹自有分寸，但是你不能以她诰命夫人的身份控制她一辈子。先生说的是。皇上大会结束，你必须通告聂桑榆的死讯。这样，曼儿才能彻底脱身。好，就按季先生说的办。桑葚暮雪，替小姐收拾行李。是。宁宇轩，既然我们是演戏给外人看，那我们之间的事，我希望我们都有分寸，也希望你不要过多的干预我。好，我绝不干预。季县丞、袁帮主，季小姐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回到县衙一定要小心啊！我知道，爹。如月郡主这几日忙着装修店铺、选工人，跟各路商号老板交接。他没有去见过宁玉轩吗？一次都没有。
做事很有分寸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还有，聂桑榆之前确实住在归海号，不过昨晚，宁宇轩带着礼物去了归海号，把他接回县衙住了。盯梢的探子说，好像是宁宇轩之前不老实，惹毛了聂桑榆。不过昨晚两人已经和好了。大人，咱们还要继续盯着吗？若是宁玉轩继续不老实，惹得诰命夫人闹和离，丑闻一出，我立马参他一本。是。谢谢你啊，上街来陪我演这出戏。他们在前面。夫君啊，你看啊，皇商大会真的是带动市场竞争，糖葫芦都比原来大。哎，你这糖葫芦怎么卖啊？3文钱一串。哎，要一串，3文钱。我们要一串。好，您挑。选哪一串啊，夫人？我挑一个，这个。好，哎，好。谢谢啊。哇，你看这糖果的也比之前多了。啊，我还没吃呢，你要吃你自己买一串嘛。但是我就想吃夫人手上这一串啊。哎呀，讨厌！大庭广众之下的，你吃了我还怎么吃啊？我不管。真恶心！你自己拿着吃吧，我不想吃了，我会耗血糖了。那我陪你啊，反正也不远。不用你陪。陪你。你不要离我这么近嘛！你别跟着我。就跟着你。别老黏着我了。就是要黏着你。呀，林大人。宁大人，林大人，宁夫人。哎呦，这么巧啊！你也来逛街啊？我可没有二位这闲情雅致，我是来看看集市的秩序。哎呀，这样就显得我没在办差了。啊，夫人，要不然委屈你，先回耗血糖。我昨天答应你的差子，等我忙完了再给你买啊。不行，那是限量的，我看了好久的，万一被别人买走了怎么办？那我给你买3个怎么样？不行，你说话不算话。我算话，我买3个嘛。你给我买嘛，你答应我的，你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？我今天